这时来做伙来同心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主安这时恳求你信心降临伫阮的中间，伫礼拜中间，互每一个人专心听候主，互上帝话提醒阮每一个人。求你高拔你的罗卜的喙，互讲的甲听的，拢会当得到帮助、造就、启示、更新。互咱每一个人会当灵命更新，侍奉献身。主，阮这时同心祈祷伫你面前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毋知大家用偌济时间，一天用偌济时间用手机啊？有人用手机无？有无？大部分拢有吧？你有算看卖一天用偌济时间呢？这 iPhone 会当统计呢？一天用偌济时间用手机啊？一般人做一个统计，一个人吼，只12分钟会看手机一遍。小等礼拜袂当看吼。大部分12分钟了就开始看手机啊。若你有即款的经验无？找无手机啊？直直找，我若无找到手机啊，我就袂当做代志，对无？人讲这 schedule 拢写伫内底啦，几点要创啥拢袂记啊，拢写伫手机顶头咩？咱过度我靠，这手机嘛是一个问题呢。若一天无用机啊，咱规身躯怪怪。但是手机真正改变咱的生活。咱用赖，你有用赖甲人讲话无？敲电话无？有啊。咱是买手机会当买物件，会当出国旅行。我看这青少年吼，甲古早无共款的，有 Google Map， 有手机会当订机票，会当订旅馆，会当坐什么车拢查甲清清楚楚。甲时代真正是无共款的。但是呢，手机一定好吗？咱嘛是爱注意，韩国国会吼。伫8月，今年8月开始立法做一个调整，做什么调整？国校、高中、国校，拢袂当上课时间袂当用手机。这是美国一间学校，加州的一个学校。这是咧创啥？你知？下课了去摕大家，每一人摕家己的手机手机拢用迄。保护它保护我真好。下课时离开学校进前，才会当摕手机。这表示啥？手机会影响咱读册袂？会啊，袂专心。手机真正连看手机看到拢无咧困。看电影，你有看电影无？追剧有无？大概看到时间都袂记。所以这些青少年政府韩国政府禁止因伫学校用这手机，所以明年开始3月开始，韩国国中、国校、高中拢袂当用手机。去年年底，联合国有统计，有79个国家立法，就是禁止学校内底用手机，表示这手机对咱的后一代是伤害真大。咱是讲咱用手机拢足方便但是你有想看觅，伊会影响你的脑部呢。有当时我咧聚会时，参加过别礼拜参加一寡正式的聚会，你看到这个家长惊囡仔会吵着无？就摕手机互因看 YouTube 着无？看卡通看啥？看足欢喜，拢袂吵着无？会伤着脑部，你知影？咱脑部有前额叶，前额叶是管理咱。决策中枢敢若情绪的问题，但是你若小细汉囡仔小细汉看手机会出问题啊！所以这全世界拢禁止，这囡仔细囝读册人袂当用手机的。我的后生查某囝拢无用手机，你知？一直到高中以后才有手机国校的时，老师讲，爸爸妈妈这作业拢写伫赖顶头，你家己去看。我讲歹势，你甲我讲就好。阮囝无手机阮查某囝嘛无手机。你甲我讲就好，我甲因讲要读啥，要做啥，要作业，我甲伊讲就好。我真正是安尼执行呢。因看手机，少年囡仔看手机会伤着咱的脑部。
这是伫美国发生的代志吼。14岁的这个囡仔吼，青少年，伊甲什么人谈恋爱？你知影 ？AI 机器人。哇！你知影这 AI 机器人偌好用的？那亲像真正的人共款，真正一个人甲伊讲话，哦，讲啊声音都袂歹哦，佫袂甲你骂，你知影？哇！谈恋爱无偌久了，佫调啊！后来这少年仔为着这个代志来自杀。这公司叫 Create AI， 这间公司经将这个伊的电脑的这个机器人的模组改变。伊老母甲告呢，告这间公司呢？你讲 AI 影响人无？甲 AI 谈恋爱吼，可能比甲先生较好，拢袂甲你骂啦。啊，你做毋着代志嘛，袂甲你嫌你煮饭足歹食，拢袂着。但是这是一个大问题哦。所以，无需要甲大家分享。其实，咱为什么爱用手机啊？用手机就是爱查资料嘛。用手机啊，就是咱互伊，咱有啥物代志爱知影。手机会当查真侪资料，对无？你可以 Google 内底查，都可以查，用这 APP 查真侪资料。但是呢，若是有智慧，是超过有这知识。用手机啊，虽然互咱有知识，但是无一定有智慧啊。有人读册真济，以前阮咧读册时吼，咧先爱读册讲哦，册拄啊藏足侪册，表示我真有学问，对无？有学问表示有智慧吗？无一定咧。箴言第9章第10节拄啊提醒咱讲，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。捌迄个至圣者的上帝就是聪明。你要真正有聪明吗？毋是你读真济册呢，表示你有学问吗？你袂晓运用这知识，就是无智慧啊。怎样的人有智慧？是敬畏上帝、捌上帝的人，行伫真理下面的人啊。真济人有知识，无一定有智慧呢。当然看这 AI 时阵，咱看这即摆人工智慧，遮尔厉害啊！你去查内底资料真济啊，倒一个才是真的啊，才是正确的。我一摆哦 ，AI 做者嘛，我用凊彩找一个 AI 软体来用看卖，我来查配音导播书。啊，你知影资料安怎写无？伊讲吼，配音导播书是一位伫台湾教界真有影响力的牧师。伊是中华民国浸信会联会的前主席，长期伫浸信会私下伊教册，我佫甲我讲我教信约咧，我听到最欢喜的。但是这毋是我啊，伊对着圣经的注解，基督教教育真有贡献。哇，我要买礼物翘起来，但是这就毋是我啊。所以你知影无？你用这 AI 查资料 ，ChatGPT。用这个物件工具册，伊答案可能无共款哦，但是无一定正确。讲了拢非常有道理，但是无一定有正确。圣经嘛提醒咱，诗篇90篇12节，求你教阮会晓算数家己的日子，互阮有互阮的心有智慧啊！人生吼，我追求是啥物？有人知影全世界所有的物件，去读册读甲朴素，但是无一定有智慧啊。咱要怎样造就咱的囝儿，要怎就倒一款的青少年，是真有知识无智慧吗？我时常看到台湾华人的世界，华人的教界，大都市的教会拢共款有一个问题啊。什么问题？礼拜早起爱送去补习，为什么爱补习？啊，互你有知识嘛，会晓考试啊，考到真好的学校啊，会趁钱啊，娶水某啊，有厝啊，有啥物拢有啊。但是你知影，有一天咱拢会离开这个世间的。你爱算家己的日子有偌久啊？我10几岁时，想讲哇，我时间有够济。逐工受芳受歹啊，受这个代志，受迄个代志，时间用袂了。到这个50几岁啊，会惊咧，时间永远无够用啊。
伊拥有这个知识，无一定互你有智慧啊。你查这资料，真侪资料，全世界资料你拢有，但是你无一定有智慧啊。手机毋是咱的神呢。你过度倚靠这个手机，手机就成做一个偶像，成做你的神。咱来训练咱的青少年儿童。搁较侪甲厝内底有互动，搁较侪读经、祈祷、亲近主。我相信真侪人拢是拄着问题吼，就开始查资料，找看手机内底安怎写，这资料安怎写，网络安怎写。你有拄着问题先祈祷吗？啊是问别人？真侪人发生代志就问伊的老爸啊、老母啊，无着问啥？朋友啊，就无人问上帝，怪怪。咱信仰敢毋是应该祈祷问上帝？主啊，求你帮助，主啊，求你启示。但是咱呢，太过倚靠咱习惯倚靠的代志，这可能就成做一个偶像，伫你的生命中间啊。咱拄着困难，你是灵修中间祈祷吗？还是透过手机，透过你的朋友来解决问题呢？时常看到咱，我有去餐厅食饭啦，看到一个大家族伫遐食饭，安怎食饭？食饭正安怎？基督徒家庭哦，咔嚓先翕相，惊菜色有好无？菜色真好，翕相。翕相了，食饭了安怎？团体大家徛出来做翕张啊！结果拢无祈祷呢，食饭的感谢祈祷拢袂记啊！咱的生命中间是甚物放在上头前呢？你的生命中间是甚物上界放在上界重要？迄位是老主耶稣吗？还是用其他的代志来代替上帝？手机啊，毋是咱的神啊！咱莫食做手机啊奴隶。你来试看嘛，一天无看机啊会死袂？袂保证你袂死翘翘。以前咱拢禁食祈祷对无？你捌有禁食祈祷经验无？禁止用手机一天来祈祷，试看觅。专心祈祷，莫看手机，当然是爱安排好啦吼。咱禁食嘛爱安排啊，禁食祈祷嘛爱安排好啊。咱用较侪时间来亲近主。只是手机也毋是咱的神啊！手机会帮助咱真个工课。我毋是反对用手机啊，你莫听毋对哦。我毋是反对有知识哦，是爱咱有智慧啊。我进前顶礼拜我破病啊，得着流感啊。A 流我就去查，A 流会安怎？我就去查 A 流会落屎，有人会落屎，发烧啊。搁啦，头壳痛啦，唇软痛啦，我看看讲，哇，一项来啊！真正发烧，然后晒什么？我嘛看医生呗，食药啊，拢处理好啊。但是安怎？你知影这个事实会当改变你无？我倒啊，我伫遐哀惨惨，你知影？倒伫厝内底讲对啊，对啦，手机啊嘛安尼啥？会头壳痛，我痛到困袂去呢。我喊得听啊，头壳困袂去的，听啊困袂去要安怎？手机就写讲这 A 流就是会头壳痛。你知影这事实会当改变吗？袂啊！我就祈祷，你知影？祈祷到困去，2山2工啊！祈祷头壳痛，困袂去，食啊袂好，就祈祷，只有祈祷啊！求上帝怜悯，求上帝帮助啊！因为耶稣才是你真正的神啊！所以圣经诗篇12篇第40讲，去军队败性命的人，一定是惊天痛苦。你无将上帝当作上帝，最好朋友是耶稣，毋是手机的。你用别种来代替主耶稣基督的关系，你就是哀惨痛苦啊！袂当解决你生命中间的问题。咱有真侪问题啊，家庭的问题啦，婚姻的问题啦，
找工课的问题啦，经济问题、经济问题，你知影，但是我都会当解决。就咱的天父上帝是咱的主宰，是咱患难中所有的帮助。所以这像这感冒这么简单的代志，但是你是安怎处理？主耶稣，这是咱真正的天父上帝。第一，你看我伫破病中间伫看塔门外口，你知影我5档伫关伫房间内底无出门诶，洗身躯、食饭，啥物拢伫这个所在。看到外口天气偌尼好，讲上帝啊，安尼逐工天气拢会遮尔好，但是我袂当出去佚佗咧。我懂啊，我惊讲传染互别人啊，都关伫厝内底。啊，伫关伫厝内底，创啥？我着叫 ChatGPT， 你看我图片内底有写迄面对倒位出来的无？有无？迄图片对这倒一个网站出来，我注明呢，无互人告呢。啊，即张有写无？即张啥物人画的？你知影？ChatGPT 画的。我讲 ChatGPT， 请画一个图。这个图是一个人跪伫迄所在看手机啊，啊，着无偌久着产生这个图啊。这是 ChatGPT 画，毋是我画的呢。虽然小可像我啦咱每一天开偌济时间来亲近主、祈祷吗？还是看手机？手机可能要成做你另外的偶像啊！咱要注意啊！第三项。用手机网络的限制，用手机网络的限制，咱是有自由意志无毋对啦。你看到手机啊，你有点落去嘛，对无？啊，无败害啊，啊，看到这个图真水啊，啊，看到这影片真好啊，就点，但是有限制无？你要限制你的时间呢？我当时看到迄 YouTube 看啊足欢喜的念面就1点钟过去，有可能无？哎呀，真嗨啊！后边咱看影片时设定。30分钟爱改者，无到时都浪费时间真济啊！哥林多前书第10章23节，拄啊咱书会所读的，有人讲逐项拢会当做，毋过毋是逐项拢有利益，逐项拢会当做，但是不过是逐项代志拢会当帮助别人吗？毋是逐项代志拢会当帮助别人咧，敢毋是咧？你看手机啊，你当做真济代志，但是真济时间去浪费时间啊！你做啥代志会当帮助别人吗？帮助家己吗？无一定啊！看到啥无应该看影片，爱去试落去无？我看到这水查某囡仔都生甲袂歹，吃甲足少，紧甲看者，安尼会使袂？袂使啊！咱的人是上帝创造，有自由意志。上帝创造咱，只是很真侪代志都会当做，但是足侪代志袂当帮助咱性命的代志，莫做伤济啊！你莫去看，莫去听，莫去望，真简单啊！试落去就会当看到全世界。我有一摆，我有去甲7星中会牧师咱做伙去日本。我有一摆去日本旅行的中间看到。一群囡仔国校的出去旅行，伊着排册包啊，然后伫遐真济人。你知影出国旅行一定要创啥？找便所无你敢无找便所吗？出国旅行一定要去便所嘛，对无？啊，出去便所的时候，我着看这学生拢坐伫迄所在。迄隔壁迄牧师着甲我讲：龙头，你看，这日本的囡仔甲咱台湾囡仔有啥物无共款所在？毋讲拢共款啊，生甲足水的，足缘投的。查某生甲水，查甫生甲缘投，足古锥的啊！伊讲无呢，伊讲你注意看，因无一个人摕手机啊！我嘛惊一条呢，连老师都无摕手机啊！去便所出来，大家拢伫遐等嘛，啊，足侪人就开始看手机对无？这是台湾人啊！日本的囡仔伫遐开讲。等便所的时便所了就伫遐开讲分享，老师嘛无看手机啊，拢带学生啊，
啊，甚至咧互相咧对谈，咧开讲啊，创啥货，就是无人看手机，一个拢无。我真正惊一条。咱摕到手机啊，太方便啊，所以，但是，逐项拢会当做，无一定有利益，无一定会当帮助别人。所以无师吼上煞要讲一项，手机基本的5项，这要件。头一项按谨慎来传播这资讯。你有用赖嘛？对无？有用赖的野手，我嘛用赖啊，咱赖来赖去对无？我甲你有赖，没有赖。咱看迄赖就传资料对无？啊，你看迄资料了，确定迄是正确再去传出去呢？我拄开始接触赖的时候，就看到即个网络一寡资料，大家咧传来传去，我说哇，这拢是假的呢。即摆 AI 真厉害对无？死的讲做活的，活的讲做死的。死的歌册会当出来唱歌，对无？这真简单啊，影片真容简单去做啊。但是毋是每一项代志拢是正确的。我有叫大家参加一个网站，你知影？你有看到英文无 ？NY 个卖国片，卖国片啊啦！这个网站有看过无？你要传一寡资料正经，你去看，这是真的假的啦？小可看一下，网站顶头真侪拢是假的呢。捌有人传这资料讲吼，会记哦，手机啊吼，无论是伫厝内底还是车顶，这充电的是绝对袂当听电话，无得爆炸。你有看过这新闻无？来咧传着，这假的呢？这有一个梗图都写着手榴弹连伫手机啊。这是假的啦！我当看到资料，我就美国人咧传的美国资料，我就打电话甲阮哥讲，这敢是真的啊？阮哥同我讲美国都无咧发生这代志，恁都会看的啦。我就看到圣经有关圣经考古学问题，我有看这敢毋是真的呢？这一般杂志嘛无，这基督教杂志嘛无咧写这资料，我就问遐专家，伊讲拢假啦，拢无影无正啦。咱要谨慎来传这资料呢，有真济你去看迄官方网站，有诶是假，你莫去传。网络顶真济是假，莫去传。第二项，袂当伫网络中间去攻击别人。我最近我青少年牧师做到10月底，11月我开始去心灵牧区对无？这宣牧师有传一寡来互我，我看这个人的名拢无中文诶，我根本就毋知是啥物人。图嘛毋是伊本人啊，我要熟悉伊真困难诶。这样是啥？写英文，佫无相片。你网络世界吼，你用你。我讲，青少年，恁这个人吼，拢无用你的本名，所以因写什么资料，骂别人拢毋知这是啥，攻击别人毋知这是啥，安尼敢好？我感觉咱教会兄弟姊妹伫赖群组内底爱有礼貌啊，袂当去攻击别人，爱讲道理，分享，但是毋通去攻击别人。思想无共，意思共款，有一寡意思无共款的事，思想无共款的事，爱交换意见，毋是攻击别人。彼此好好啊讨论，有礼貌的中间讨论，伫主耶稣彼此三条中间好好讨论。伫是网络世界对青少年来讲，人讲网络霸凌啊，真济呢。有青少年伫网络好像骂甲臭头，骂甲要死，毋敢去好好读册咧。在网络中间，咱有用真理来互相帮助。第三项，按选择适当的时间关机，也是关静音。咱做礼拜是上惊安怎？手机啊响，你知影？你即摆响时，我拄受到一半就走进去啊！毋知讲啥？做礼拜中间吼，手机啊关掉啊！我有一摆去看电影，看电影中间就看到一个青少年咧看机啊，迄就。足光诶，大家看会到。我也无注意看，我就边仔一个彪形大汉，都行到迄个少年那边，手机啊收起来。后边咱排中一徛伫后壁，
啊，有人手机啊看机啊，还是讲无电话咧响的时阵，行过来讲手机啊收起来。做礼拜爱关机无？哎呀，看电影你着关机啊。正式会议中间嘛是爱关啊。咱养成好的习惯，礼拜拄仔来教会时，我都提醒讲，大家手机啊关机着无？啊，有人都还袂来咩？所以袂好讲啊。爱有礼貌，咱要注重这是基本的礼貌。伫咱现代社会，我昨看新闻吼，高铁嘛有一什么临近什么临近车厢对无？这推行啊，咱教会更较需要爱去遵行这个礼貌嘛。第四项，好好利用手机啊传信用，真济好文章会当帮助别人互相传。我真济无信耶稣的朋友，你知影？我是拍乒乓的啦，为创啥创啥啊！我实在做一个无信耶稣的人哦，因为我想要甲因传福音。啊，加来了后啦，我就看到适当的这个见证，我就传互伊看，看因的实际需要是啥货，我去见遐个见证来传互这无信耶稣的人去看，互因心灵得到帮助，互见证激励伊讲，伊嘛有一天会当来信耶稣。咱来好好用你的手机啊，莫传迄有诶无诶，传好诶消息，传见证。咱无事每是每一工拢有传迄种诶，每日亮光，你有看人野手？有人看到我讲，无事你本人较好看，迄每日亮光足歹诶。我讲无要紧啊，听声音就好。啊，我这是本人哦。咱人好好。用手机啊传信用，有好的见证，有好的这文章、信用文章传互别人看，真做别人的帮助。你看这 Good TV 因着办这教会 AI 实战营，800几个人伫遐操练用 AI 要真做福音中间的帮助呢。你知 AI 会当做这件代志，你毋知哦？主要老师爱学 AI 为什么？设计教会要教主日学这教案会当用 AI 去做呢？这图片、这故事拢会当用 AI 去完成，时间短，阁有效果。这训练我拢参加过啊。AI 会当真做帮助，咱熬用咱的手机好好帮助其他的人，将这信用帮助别人。上煞尾，咱无需要提起讲用手机来读圣经嘛是袂歹啊。你知影圣经哦，就这翻一半是翻毋对的所在，你毋可能无注意到啊。你加看5个版本以上，你就发现讲写还无共款呢。我去看迄原文啊，原文是希伯来文啊、希腊文啊，看一寡哦，你来看一寡中文版本啊，一寡都写还无共款呢。你会注意看，这是咱的，互咱有一个新的看见，对圣经更较侪正确了解。即摆吼，古早时代吼，啊表示着足敬虔吼，参加灵修会拢爱炸一本足厚的圣经有无？我足真敬虔尔，读圣经。我毋是讲刷本的圣经无好啦，有当时较无方便啦。而且你可能炸6本圣经出门吗？无可能啊！但是用手机啊，甚至用 ChatGPT， 但是 ChatGPT 啊设定好哦。互咱会当对这研究圣经中间得到这 AI 得到帮助，得到启示。互咱的查圣经更较有深度，互咱灵命更较加添。咱做伙来同心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施恩祝福满满的主宰。伫这幕后社会充满着试探的世代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互甲你主你有亲密结连。我们袂浪费时间，专心地行你所要指示的路。主啊，阮每一天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将阮的性命分配做神，加做主你下用的器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